疼痛甲祝福。你的信息，你的慈爱，永远甲阮同在，保守阮，互阮进入伫上帝你的疼内面。你是阮的主，你引带阮。主啊，我定定会通翻头倒转来看，甲主你怎样相同行。摇花百姓甲所有的牲畜，所有会震动袂震动的，万米对你来得到活命。主你的创造何等奇妙！让阮活伫这个地面上，会通对你来行，互阮进入上帝你的祝福，进入上帝你的荣光。主，阮为了这来感谢你，愿上赞而乐归于你，愿你的慈爱继续赐福照顾伫每一位兄弟姊妹的身上。互阮既然对上帝领受这一份的祝福甲恩典，主，阮的活命就是为你来活，诚做上帝你的欢喜。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美好，你的信息直到万代。感谢上帝的听从。亲爱的上帝，愿通倒转来到伫你的圣殿当中，亲像诗人所讲的，主，阮向你求一个愿望，就是让阮一生一世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你荣耀的面，互阮住伫耶和华的殿中。对着细汉受引带，到伫年老的时阵，阮犹原栽伫耶和华的殿中。阮的树棵满了樟接，阮的叶青翠，阮犹原结果子无煞。阮感谢上帝你的听从，竞选阮路用阮，互阮诚做上帝你手中荣耀的器具。因为你的同在，阮的活命显出意义；因为你的同在，所以，阮会通诚做上帝你的欢喜，诚做阮所徛起世代的人的祝福。阮感谢主，将一切颂赞、乐乐、荣光归于你。感谢你，感谢主，你赦免阮隆重的罪过，也要医治阮所有的疾病，无论是灵性上的，也是身体上的，互阮倚靠主。行过死荫的幽谷，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互阮伫主你的内面，诚做圣洁合乎主用。感谢主，听阮的恳求，感谢主，接受阮的敬拜，祈祷恳求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请讲员来报告。大家平安，平安，非常欢喜，咱会当伫即个所在参加主席，昨建基兄也伫遮即个中青的聚会来分享，咱台湾敢有欠电还是欠水？我想的较重要的就是咱台湾所欠过的，毋是电甲水，是欠过为即个台湾互相奋斗的合一的心意。感谢上帝听从，互咱犹原会当只即个所在参加直接敬拜俄罗斯。阿门。消息报告：第一，感谢主的恩典，音乐的培训第阶段12堂课将要开班，吉他班7月14起，周日暗时5点10分到6点10分；木箱鼓班7月16，拜二下午2点半到3点40。欢迎洽谈牧师娘。第二，7月19要拜五暗时7点半，城市祭坛伫九子堂举行，请兄姐有留时间参加，一同为城市祈坛守望。第三，参加7月2到23信徒灵修会兄姐，当日中昼午餐请自行自理，并请伫当日中午12点半伫教会前完成集合，因为路程遥远，请尽力协助，以利准时出发。第四，8月12到15拜到拜4，本会将前往屏东西雅乡和平顺利会底选，已经有16位兄弟报名参与伫服侍当中，敬请为后续的筹备甲侍奉
大岛守望。第五，早前有订买教会借福的兄弟，自今仔日起会当开始缴费，每登记一领就是350块。请伫崇拜后到招待岛，找为保真姊妹以及吴雅维姊妹来缴费。伫后尾拜要拜，咱应该可能会将即个服装来补发落来，发落来。以上报告，敢有补充报告？咱即时请敬拜团。各位兄弟平安，向咱倒面正面的兄弟来讲，认捌耶稣是咱一生上大的福气。日捌耶稣是咱一生上大的福气。阿门。阿门。感谢主，咱和耶稣竞选着啊！咱即时要为咱的这位起立，咱来用咱的声音，用咱的肢体啊。搁有琴声，搁有吉他声，吼，咱要来到上帝殿内面来学乐，来感谢伊，哈利路亚。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伊拣选咱，伊用伊的疼来疼咱。即时，咱为咱家己来祈祷，咱所经历的日子，无论是伫逆境，无论是伫顺境，咱的心拢要来学了上帝，是上帝的手引带带领咱行过迄个艰苦，这坐遮的坎站，就是咱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了，来感谢伊。哈利路亚！主，我们来感谢你，我们来学了你。主，你是阮的上帝，主，你掌管所有一切，无论是阮的活命，无论是阮的家庭、教会、社区、阮的国家，上帝啊，你拢伫天顶做王，你看
记所有的一切，你也掌管所有的一切。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也伫阮细细这个个人的活命内面，上帝，阮实在要来感谢你，来学了你。真济代志，毋是阮会当来解决，毋是阮会当来做成。主，阮来到你的面前的时，你伫四围来为洗阮。主，你来帮助阮，你就是阮的避难所，你就是阮的拯救。主，你阁是阮的诗歌。主啊，阮要来用阮的心，用咱阮的灵来敬拜你，来感谢你。哦，主啊，阮的一生有主你来引带，来带领阮，阮是何等的欢喜，何等的有福气。主，感谢你继续引带带领阮前面的路站。阮要时时称颂耶和华，阮的心要来学乐耶和华，阮一生拢要来伫主你的殿宇内面来学乐你，来感谢你。哈利路亚！将上帝你的福音来传扬出去。主，守主，互阮为你来开力，互阮信心行上帝你的道路。阮要看见你的荣耀，因为阮相信，阮都要来看见上帝你的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着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面的主宰。咱着愿好转来了解主的面，伊是掌管有有的。我的主，咱的君王，全的拢着归拜伊。我的主，咱的君王，你的权势只管无比。咱着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唱主感谢。咱着入死伫圣殿来学了伊，伊是咱的主上帝。我的主，咱的君王，全体拢着归拜伊。我的主，咱的君王，伊的权势只管无比。嘿，咱着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唱主感谢。咱着入死伫圣殿来学了伊，伊是咱的主上帝。伊是咱的主上帝，伊是咱的主上帝。哈利路亚！咱将咱的掌声拢归予上帝，伊配得一切学乐卡感谢。哈利路亚！请坐。主，你是阮的上帝，感谢你引带阮一生的道路。虽望阮看无清，看袂到头前的道路，但是阮知影你伫头前引带来带领阮，因为你用恩典来陪伴阮每一个人。上帝在引带咱头前的路，无论我艰苦，伊有阮带路。只要咱坚信我靠，伊会开，伊会关保护。咱无伫看路，世间万行事，虽然有微笑，有主是阮人生风波，咱的慈悲安慰，互咱
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赐我恩惠，主培养稳定，陪伴用听人照顾，伊乐充满你咱生命。基督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赐我恩惠，基督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赐我恩惠，基督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赐我恩惠。主，阮感谢你，有你的恩典陪伴阮每一个人，主，阮的心就安稳。你来听通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有基督耶稣甲阮同在，阮就领受这大大的福气。主，你施了恩惠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互阮会当来认捌你，认捌耶稣，阮的一生就快活，阮的一生都毋免阁烦恼，毋免挂虑。因为救恩，你赏赐予阮；因为救恩是属于耶和华，赏赐予伊囡仔相信的百姓，互阮会当安然来行起。无论是环境困难临到的时，上帝阮永远无烦恼，因为一切上帝你拢为阮来陪伴。主，阮要感谢你，我们要搁较深来认捌你。这是兄弟咱为咱的座位起立，咱。实在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咱会当认捌耶稣，咱也希望咱会当将这个好大的福气会当传伫咱四周围，也未认捌耶稣的人。你是一生最大福气，谁有主爱心是永无离，真正大福气互阮。上帝
全能的爸上帝，有你比一切更加重要。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阮要讲到耶和华，阮的上帝的名。独独你是阮的倚靠，也是宇宙中一切的中心。你对着过去人显明，直到如今，你犹原做作甲因带，并且应允永远的话命。你是上帝，伫你无转世的影，独独你是永远坚固、永远徛在、永远无变的主上帝。阮今日伫你的面前领受所有一切丰盛的祝福。所以，阮会当徛起伫耶和华的殿中，主，阮感谢你所赐福的一切。唯愿阮的心伫你的面前坚固，阮的灵伫你的面前受徛在，互阮会当诚做这世代主上帝你所欢喜、光明的囝儿，活伫主你的面前，互主你所欢喜甲路用。主帮助阮。救恩出伫你，阮领受啊！主你应允阮通去分享，互阮伫主你的祝福、你的恩赐内面，按照这个世代来见证，见若阮所有的是出伫上帝，万物也是对你所来，找到你，就找到人生的答案，找到你，互你找到，就是阮人生上界大，也是唯一的福气。阿门。感谢主，听阮的恳求、祈祷甲学乐，继续路用我，诚做你手中的器具，一生互主路用，为主来活，见证主你永远的慈爱。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同齐用诗篇23篇，同齐笑念耶和华上帝对咱的慈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引带我伫通安歇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清醒，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惊遭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你的竿，拢安慰我。伫我对着面前，你为我排设筵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互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恩惠慈爱对着我，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请坐。下面的时间，咱要来启应文第28篇。我来客兄弟来引，好的所在，咱大家做伙来读。我的心呐，你爱称颂耶和华；伊若伫我内面的，也爱称颂伊的圣名。我的心呐，你爱称颂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的一切恩惠，伊赦免你一切罪孽，伊伫你的一切疾病，伊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冠冕，伊用水面，互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伊伫你哪用烦恼翻动，天离地有何等的悬？伊的慈爱，敬畏伊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偌远？伊互咱的过犯离咱也有偌远。父亲怎样怜悯伊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伊的人？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坚固到永远。伊的慈爱也归伫子子孙孙。阿门。下面正道的时间，咱请廖牧师。咱请掀开《旧约》第4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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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约》第4面
咱这是三个做来上读腓立比书第4章8节到20节。腓立比书4章8节到20节，咱同心来上读，请。兄弟啊，我还阁有袂尽的话，既若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啥物德行，若有啥物称赞，这个代志恁拢爱少念。恁伫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个代志恁拢爱去行。赐平安的上帝就要甲恁同在。我靠主大大喜乐，因为恁少念我的心，如今又搁发生。恁向来就少念我，只是无得到机会。我并毋是因为欠缺讲这的话，我无论伫什么境况拢通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晓的。我知影怎样处避战，也知影怎样处丰富，或者饱足，或者是夭餓。或者是有剩，或者是欠缺，随时随在，我拢得到秘诀。我靠着迄个加互我快乐的，凡事拢会当做。总是恁甲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恁也知影，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的代志，除了恁以外，并无别个教会攻击我。就是我伫帖撒罗尼迦，恁也一摆两摆找法人攻击我的事用，我并无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恁的果子渐渐增加，归伫恁的孝顶。但我逐项拢有，并且有剩，我已经充足，因为我对以巴弗提受了恁的馈送，当作极水的芳气。互上帝所受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上帝要照伊荣耀的丰富，伫基督耶稣内面，互恁一切所需用的拢充足。愿荣耀归伫咱的父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咱搁再一届阿头来祈祷，至圣的主上帝。因着你的疼痛，我自责。亲爱的主耶稣，因为你为阮来受罪的刑罚，所以阮直到如今也会通活伫父上帝面前。阮感谢主耶稣，你为阮死，为阮活，赦免阮的罪，并且照所应允的。圣灵来到阮当中，阮因为你所讲的话语，得到知影将来的代志，并且领受你过去所讲将来的祝福，就是阮今仔日所领受的。所以，阮伫你的面前，真侪何等的人，唯愿你引带阮，赐恩伫阮，继续保守阮，将你的荣光显明伫阮的内面。亲爱的主圣灵。求伫即时，搁再一届充满基督的宝血所救赎每一位兄弟姊妹、甲团港的人，互阮会通领受圣洁，伫主的内面定心出发，甲主同工，对主来行，互主所录用。真侪上帝业力芳芳的祭，也会通伫这个世代继续靠主的恩典，伫圣灵的引带下面，荣光天父上帝的名。愿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每一届有逐款无共款的想法，而且无共款的想法内底。咱也会做真侪无共款的动作，咱的思想会决定咱的行动。总是咱的行动，若是无有思想做咱的支撑点，安尼咱就真容易受左右的人来左右咱的思想，左右咱的生活。这查某囡仔
30通会，或者江丰州。现在是伫中国是10大影响现代的作家。透过伊所写的文章，中国真侪人讨论伊的文章，所以伊受列伫中国10大影响现代的作家。伊讲过一句话：一个人若毋读册，那安尼伊的价值观就是对着伊的亲朋好友来决定。有的时阵检采嘛无一定受到伊的亲朋好友来决定，无定着咱是出伫咱的手机啊，看到遐影片，或者是电视连续剧对着咱的影响。所以伫这个所在讲读册对咱的重要性。华人的社会内底，古早有一个人或者名主，伊的言行举止，互伊的学生该留落来、写落来。其中伊讲一句话，讲尽信册，倒不如无册。意思就是讲读册，袂当干那看到册内顶所记载，安尼就随时顺叹。那安尼有真侪无好的读册，比如有一本册或者教乌学好喜学，教乌学好喜学。这本册的意思咧教什么货呢？教就是讲你面皮爱教，乌就是讲心肝爱乌。做人面皮若厚，心肝若乌，若要做的代志，就无有啥物做袂出来的。所以名主讲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册所写会当互咱参考，但是你毋通每一个人拢无应该，干那一直顺叹即个册所写所讲的，应该会晓斟酌去思考去了解。安尼，另外有一个。古早圣经内底所讲的，这是犹太人的智慧，也是对过去到现在一直受世间人所纪念的一段话。特别重视神学教育的人，因伫这句话内底真有重要性。咱三甲做来读这段的经文，请。这所在的人，较赢伫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受领受这个道，日日查考圣经，要晓得这个道是也是毋是。伫这个所在记载，有一个所在的人，就是比利亚的人，伫欧洲迄附近的所在，大概伫今仔日的欧洲迄附近遐。了后伊讲，这个所在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还阁较好，还阁较水。安怎样啊好，安怎样水？因听到上帝的道，因并毋是伫迄个所在讲这拢迷信，因嘛毋是迄个所在怎啊甲伊接受讲，这拢总是真的哦，毋是。这人受到希腊甲罗马的思想影响，但是因听到即个道，因又阁受到犹太的思想影响，因伫罗马帝国、希腊帝国、犹太思想。三种的思想内底冲击的时阵，因做一个代志，因讲因欢喜来领受这个道。什么是欢喜领受这个道？因逐日查考圣经，因听到这个道了后，为着要晓得这个道是真的也是假的，所以因日日查考圣经，因真正要来知影所讲的耶稣。所讲的圣灵，所讲的耶和华上帝，因当中的关系，以及这个对着因活命的关系。亲爱兄弟姊妹，咱的思想会受到读册的影响，咱的思想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咱的思想会决定咱的行动。总是咱爱亲像比利亚的人共款，咱爱同齐伫迄个所在，晓得这个道。对也是毋对，咱所听见的，甲咱所信的，甲咱所知捌的，甲咱伫生活当中，咱去实行去做的，敢真正是安尼？道若无受过证实，安尼伊就会成做一种的迷信。但是受证实的道，咱若无去顺叹，咱就会成做被逆的百姓。
所以查考上帝道，晓得这个道是也是毋是，对咱来讲是极其重要的。保罗伫伊这个腓立比书，伊离开伫迄个所在，传福音继续向前来行。伊是一个宣教的人，所以伊行去真侪个所在。总是行去真侪所在的时阵，伊定定会顾念过去伊所建立的教会。伊对着腓立比教会的兄弟姊妹讲：“亲爱兄弟姊妹，我还佫有一寡还未讲了的话。古早人讲一句话：一只鸟啊，若要死，伊啼叫的声音就会哀伤。一个人若要离开世间，也是要离开某咪到一个所在，伊就会交代上界重要的话。安尼，保罗先生伫这个所在，伊讲：我还佫有一寡话爱一定爱讲的。伊讲一定爱讲的，就是真实的，会当互人尊敬的、公义的、清气的，会当互人意爱的、有美好的名声的，或者是啥物德行，有啥物会当得到人对着你的称赞。伊伫迄个所在讲，恁爱思想、爱笑脸，并且伊讲。伊毋若敢若讲恁爱少年，伊讲啥？恁伫我的身上所学到的、所领受的，就是我教恁，恁照安尼去做，并且恁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个代志安怎样，拢爱定定去做，定定去做，毋是敢若做一届，是定定去做。安尼，上帝平安就会甲恁三角徛起。亲爱兄弟。咱来看一寡代志，思想、实践甲上帝的同在，这三项代志是有牵连的。咱有思想，咱会去做，上帝的同在就会甲咱徛起。上帝若甲咱同在，咱就会得到平安，就会领受活命的能力，会法度抵挡这个世界所有迷惑人、白贼的水的糟蹋。古早人讲一句话：魔鬼总是藏伫细节内面。有真侪物件看起来包装真水，即摆时阵有一款毒药，张牧师娘摕互我看，伊甲我问讲：牧师，啥物叫做丧尸毒品？丧尸毒品，我头先是讲奇怪，物件啥物碰见呢？毒品碰见你啦，结果毋是毒品碰见的，是丧尸，你敢知？丧尸就是安尼。哦，对，丧尸就是僵尸。对，你看囡仔拢比咱较清楚咧。哎，对，丧尸就是僵尸，西洋的僵尸就是丧尸。伊讲即马有一款毒品，包甲非常的水，但是呢，人摕来食，食了的时阵就亲像丧尸共款。亲爱兄弟姊妹，伊虽然包装真水，总是伫伊的内面是互咱。无法度搁再管理人家己。圣经伫这个所在对着咱提醒，人的思想是对着伊的记忆内底，伊的记忆是对着伊的感官所领受的。安尼，这个记忆甲伊的感官所领受的，会互相伫迄个所在加赞一赞搁一赞，安尼甲伊增加落去，增加到一个地步，伊就会成做一个循环。迄个循环就成做一个习惯。人的习惯就会左右伊一生的生活，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实验也就是讲是一个真重要的记录。有人做过这个物件，伊通过甲学生，大概是2万几个学生，伊甲这学生三甲做伙伫遐做一个研究统计。一个学生学物件经过2礼拜了后。这个学生到底会当记牢偌济呢？即使伊若敢若听老师所讲的，安尼伊就敢若记牢5%。即使伊若是家己转去有搁读，安尼伊就是会法度记牢10%。伊若搁有看到相关的物件资讯，安尼伊就法度记牢20%。若是有人做互伊看，安尼伊有法度记牢30%。若是伊将这个代志和别人做伙讨论，安尼伊就法度记牢50%，就是记牢一半。若是伊听读做，听人做，佮和人讨论了后，伊开始去做，安尼伊大概有法度记牢75%。
但是伊若是家己做咧、学咧、听的，和别人做伙做了，搁去教别人做，有法度记牢90%。安尼，咱会了解这样代志，是安怎？咱爱有小组无？小组就是和人做伙讨论，咱看别人所做的，咱做伙讨论，安尼咱就有法度记牢上少50%。咱讨论了，咱搁去做，伫遐沿路做，沿路修正，咱有法度记牢75%。咱若伫遮做了后，咱去教别人做，咱就有法度记牢90%。所以这就是安怎？咱教会咱需要举行夏令营，咱会当去做互人看，来分享咱的产业。亲像周报内底所甲咱讲的，8月中旬的时阵，咱会去即个西雅乡，咱们也要伫迄个所在同齐做伙去来传福音。所以主耶稣才会甲咱讲，所以恁着爱去，有无？咱毋是足敖的。但是咱去做，虽然咱毋是足敖，但是咱去做，咱就会做中学，咱就有法度得到75%。但是咱愈做愈熟，咱做到尾手会甲人教了也真熟，安尼咱就有法度记牢90%。即个时阵所以咱会当安尼做，咱伫上帝心意内底安尼做。这是伫当中所讲的了，共款即张图，但是我即张摊拄仔咱已经讲过啊，我要你看即张，即张内底甲咱讲是安怎做对咱来讲遐尔重要，因为伫做内底，即有这经验之追，就是讲咱伫咧学一款物件的时阵，啥物有这抽象程度呢？抽象程度就是讲你看无，但是咧物件实际上存在。我甲你讲，有一张纸，顶悬有写字，安尼你会想到啥？有一张纸顶悬有写字，大家咱会想到册，啊无想到周报，毋过顶悬佫有印人头，啊无身份证，啊无啥，无印人头顶悬佫有写数字50、10、100钱，对无？这就是对抽象安怎到具体，安尼就是具体的，咱有迄个银票的观念，所以咱就会知影到底牧师咧讲啥话。安尼对着抽象的观念内底，抽象观念若是愈悬，伊就愈无容易成做咱去做的动力，甲迄个物件。抽象的程度愈悬，咱愈无法度做。所以抽象若是愈悬，咱就无才调做。所以你来看文字有无？也是看到的，也是通过录影带是啥物的，也是看到这个网格，也是咱看到展览等等遮。其实大部分拢咱超到偌济，20%到30%尔，有无？拢伫遮，这就是抽象程度安怎足悬的，所以咱做袂出来。但是咱若是愈来愈具体的，透过戏剧，牧师娘有请一个老师来教咱戏剧尔，安尼咱就伫当中进步会当到倒位？通过戏剧的经验、讨论的方向，咱会当进步到50%以上。咱开始有具体的行动，咱会知影怎样做。了后，咱搁伫迄个所在开始去做，有无？实做，做中学。虽然做了无一定真完美，但是咱的经验会愈来愈水，会知影这个代志会好甲歹。最后，咱会成做咱实际上的经验。咱圣经讲甲咱讲啥？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对着咱提醒，爱去担，爱去试，了咱伫遐投靠上帝。来到新约的时阵，主耶稣甲咱讲，咱白白得到也安怎样？白白来分予别人。所以这就是安尼，咱咧体会上帝的疼痛。安尼，咱有了解保罗先生咧讲啥无？有啥物德行？有啥物称赞？真实通可敬的，清洁可爱的，这个代志大声思念，思念是伫倒位？听到尔嘛？
听到的时阵是啥？就是上顶悬遮有无？这是上顶悬的哦，做袂出来。但是到下面的你讲啥？恁伫我身上所学习的，就是讲到的学习的，就是遮透过动画视听，我做互恁看，咱会安怎学到30%。了后，这个代志恁拢安怎爱去做？安尼咱就会到伫倒位？到伫遮实作经验70%。了后的时阵，搁怎样？隆重去做，定定去做，四平安尼，上帝就甲恁同在。安怎样？上帝会成做你直接的经验。安尼敢听有？咱袂当干那听，咱一定爱去做，咱一定爱去做。即一届的时阵，牧师今日还搁烧声，迄就是哦，去参加主日的儿童夏令营。啊！伫遐含囡仔画加油，画斗大声，看啥物人较大声，结果画一个就烧声嘿。后来这毋是重点，贞德节伫倒位？伫遐。贞德节哦，甲重捐节伫遐。咱伊甲我讲，牧师，咱哦嘛爱来办一个吼长青夏令营哦，赞哦，赞，对，这就是啥？这就是看到有经验。了后，咱开始安怎会感觉这个物件好，会分享，会想要爱。咱对上帝的经验，应该是这款美好的经验。上帝会甲咱同在，上帝甲咱同在，毋是干那透过咱的嘴咧讲，是透过咱的生活咧经验。安尼，上帝同在的事实90%以上，都会临到伫咱的身上。一个人愈做上帝所吩咐伊的，伊就愈会去经验上帝同在的真实。甚至有的人我都甲100%，敢毋是？迄个100%就是遐顺道者，因为因确实知影上帝水较好，因就是付出性命，因也要坚持因所信的，因为因知影上帝的真实。所以，这个生活的实践，咱有法度互上帝同在，这个非常抽象的观念，真正敢若咧用谈论的理念，成做一款非常具体的生活的日常。所以一定爱去做。保罗讲，你爱思想，爱去实践，了后你就会当经验上帝的同在，并且这款的过程，毋是别人甲你要求的，这款的过程应该是咱家己主动的。咱若家己主动做了起毛子会好，那别人甲咱要求的，咱做了起毛子会活累。所以会无爱，袂意爱。但是咱若定定安尼操练，到尾安怎样啊？咱就会变做老练。头先做，你细汉的时阵咱当中应该大部分的人拢会晓骑脚踏车。咱骑脚踏车拢毋捌摔过的人，举手一下。有哦，那个小朋友骑脚踏车从来都没有摔过。好，等下阿嬷甲伊鼓励一下啊。阿嬷，你等下甲鼓励一下，人迄骑脚踏车拢毋捌摔过。好来 ，OK。我的意思是讲啥？咱其实骑脚踏车一定安怎？加减会摔嘛，摔一届两届。摔一届两届，我不爱骑，咱就拢袂晓骑。但是摔一届两届三届，加摔几届，就安那骨头若无摔断去，就是摔断去嘛，抑个会晓骑啦。所以咱就会晓骑嘛，安尼就是老练嘛。咱若拢爱别人甲咱讲，阿生啊，紧去学脚踏车，后等下啦后届。但是若是出伫我家己甘愿的呢，我就是搁较摔几摆嘛安怎？我一定要家学会晓，安尼到尾啊，咱就会老练。靠上帝恩典嘛是爱老练。咱人真容易靠咱家己，并且咱靠家己靠了非常的惯势，咱就无啥爱上帝来插咱的生活。上帝啊，我若有需要的时阵我才来甲你祈祷一下。所以我足无爱听人讲牧师啊，当咱要出门啊，咱毋来祈祷一下。我听这个听了起码是足无好诶。袂输上帝讲来，我即摆要出门啊！牧师啊，来甲阮祈祷一下。我是来，毋知要安怎讲，咱就讲牧师，请咱做伙来祈祷。
啊，见基仔来，请你来带咱祈祷，哦，带咱大家祈祷。那么我来见基仔哦，甲咱祈祷一个哦，迄祈祷一个吼，迄你啊吼，真正听到足无好诶。你敢知影？我有一届时阵哦，去西港圣教会，了后诶时阵哦。迄某位人就甲阮讲哦，讲牧师吼，恁伫台南市吼，恁咧安乐圣教会，无像阮这西港啊圣教会。好，迄一个执事听着就讲，你敢安尼讲咱西港？西港圣教会就西港圣教会，莫讲西港啊圣教会。你听无？西港啊圣教会哦，祈祷一个吼，吼实在，这个代志拢爱了啊改变一下吼。咱伫主诶内面靠上帝恩典。甲上帝三甲同行。保罗讲：我靠主的恩典，大大有喜乐，因为恁笑脸我的心，今仔日佫发生了。菲律宾教会一直拢非常笑脸保罗啊，伊知影保罗吼，因一手做车布棚咧过生活，一方面传福音别人会甲伊奉献。保罗讲：恁一向拢非常关心我。定定找见人来为我奉献，这个代志我真感谢。总是保罗讲，恁今仔日去笑脸我，所以恁请以巴弗提来到当中，将着恁的奉献摕互我，我真正也真感谢。总是保罗讲，我毋是因为我欠缺，我来讲这话，因为我知影怎样伫富足内底，伫饱足内底，也是夭饿，也是有剩有欠缺。无论什么款情景，丰富饱足，还是夭饿、有剩，还是欠缺，这代志对我来讲哦，其实我拢无在意啊。这项代志我就是靠着上帝。无论我伫夭饿的时阵，我着禁食，还是我禁食嘛，无一定爱食遐济物件。我有剩，我着分互人；我欠缺，我家己嘛袂怨叹，因为我得到一个美好的秘诀，上帝会当伫我的经济上帮助我。这句话毋是讲我靠着上帝飞天的正地，这句话意思是讲，无论好野善，上帝一定拢甲我做伙点。有上帝同在，我就无欠缺，我就袂惊吓。伊讲菲律宾教会啊，恁甲我同齐受患难，就是伫我的欠缺的顶面，恁也欢喜将着恁所拥有的分一部分互我，我感谢恁。安尼，最后做咧讲，恁甲我同受患难。就是讲，我今仔日保罗，我欠缺，我一个布棚可能卖无了，也是无人买。可能我来到伫这个所在传福音，我即马有欠缺，我减少无够，总是不要紧。保罗讲，我知影恁甲我三甲做伙，恁将着恁所拥有这的一部分来分互我，上帝是纪念这个代志的。保罗咧讲啥物话？伊讲真心互人，一定会真做咱的欢喜。也会真做人的激励，这个代志，我若摕一个物件互你，我就甲你讲，江伟兄，你爱记哩哦，我对你有温情哦。还是江伟兄摕一个物件互我，了后，伊就讲牧师，我甲你讲哦，我今仔日买这粒榴莲是千几箍呢，你着爱记哩呢，毋通安尼安尼，食食安尼存过水无痕，无采我咧买互你，安尼榴莲敢食落去，一定怎啊惊鬼惊伫遮，你知无？无就讲无，江伟兄你退转去好啊。你听我的意思无？但是江伟兄安尼遮尔啊辛苦退来的时阵，迄毋是若干那食一粒尔，迄个网讲啊，逐工吼，江伟兄你哪较紧来咧？你听无？真心甲带着目的，迄个气氛是无共款的。今仔日保罗先生讲。你将到遮的，伊甲菲律宾教会讲，伫我欠缺的时阵，你纪念我。这个代志上帝知影。保罗讲，我毋是因为欠缺，所以对甲恁讨人情，毋是。我知影恁是出伫真心来供应我的，所以保罗为着菲律宾教会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感谢上帝。因为伊知影，伊所传的道伫因的内面已经生根起来。但是保罗来领受这的时阵，伊嘛无因为安尼感觉家己无好势，因为伊知影这的是上帝赏赐互菲律宾教会的真心。上帝是透过菲律宾教会来帮助保罗。保罗所领受的是
因为菲律宾教会因抑阁有因愿意分享。阮查某囝或者真热心，伊的名字或者伫赖顶办或者 Debra， 伊最近甲咱分享一个代志，阮也感觉真受安慰。伊讲着顶礼拜三的时阵，尾暗稳定之家是一个教会了有一位同工来甲伊学钢琴，爱定定带着星巴克，伊有买迄个券，所以呢，伊会早来甲真热心三甲做伙分享。伊讲有诶时阵真热心嘛会甲伊一寡小可物件，互伊早倒转去。今日查某囝伫厝内底煮饭，煮好来时阵就互伊炸一个便当倒转去，伊感觉安怎？很有成就感。伊讲其实无啥物代志，就是感觉很有成就感，所以甲恁分享这个开心，感谢主的恩典。你有发现无？真心互人一定会带来啥？欢喜甲鼓励。无论迄个领受的，还是互人的，拢会安怎？拢会感觉欢喜。重点是啥？真心。重点就是真心。毋是咱有啥物款的需要，毋是咱有偌大的富足。保罗先生讲：“我是好野善欠缺，或者是丰富。”伊讲我拢有秘诀。秘诀这个字其实原本是一个专门的术语。迄个专门的术语是指着希腊人咧加入某一个神秘的宗教，必须要经过一个神秘的入教的仪式。这款的仪式需要付出相当的金钱甲身体的代价。了，这个宗教，这个秘密的宗教内底讲到一样代志。你若要进入这个宗教，可能你爱失去一支手指头或者是失去你身躯的某一部分，或者是爱把你的身体和遐个祭司相交合，用各款的方法。若无，你就爱捐一笔非常大的钱，了后你才会当入去到迄个宗教内底。但是保罗讲，我感谢上帝，我今仔日因为遐个人入去遐个神秘的宗教，是望伊会当得到真正的自由，得到伊会当得道升天，伊会当无烦恼，伊会当伫这个世界活了甲非常的好势。但是保罗讲，我有得到一个秘诀，我毋是透过这个，我毋是透过这个专门的宗教，我有得到一个秘诀。迄个秘诀是啥？迄个秘诀是我来甲上帝连结，我确实知影上帝的供应。并以我所怀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亲爱兄弟姊妹，保罗所讲财富自由真正的秘诀是啥？甲上帝相连，因为你知影上帝好野善，伫你的生活内底，所以毋好定定感觉无够。你知影有一个试验有一个试验内底是安尼那就是因伫迄个所在演讲的人，甲遐个听众讲，我甲恁讲，若我听过恁这听众是我所看过上界无好的听众。迄听众坐袂牢，就有一寡人就开始离开了后，但是迄个演讲者若甲伊讲若我看过恁这观众上界赞。还未开始，恁就拢已经坐好我咧演讲的时阵，恁大拢安尼听甲真认真，有人佫会安尼甲我点头，足鼓励我，我甲伊讲，迄听众大安怎，愈听甲耳啪，安尼听无？所以，啥物是秘诀？迄毋是一个真正，迄是一个心内底的想法。财富自由真正的秘诀，毋是好野善。同款即个演讲者，但是伊所传达出来到底是啥物货？会真侪左右咱心思意念的物件。请注意，富足毋是一款心态，毋是一款状态。状态是啥？我爱甲偌济钱，我才算好业。听无？这这状态。无安尼，我请问你。你讲偌济，你才算好业？1亿有算好业无？2亿，
哦，你的心肝遮尔硬瘫痪，比我搁较济。我甲大地也捌看过1亿生做3款的，但是1亿、2亿来讲，实在讲安怎无算好囝呢？你若去问张忠谋，啊无你去问迄个啥物人，迄个辉达迄个头家啊，哦啊，勋哥对，勋哥你家问看讲，啊无100亿有算好囝无？安尼你知无？我要甲你表达的只是讲，富足是一款心态，毋是一款状态。就亲像金月新的虽然伊赚的无比我较济啊，但是安怎会分享？迄个来解学更勤的人，赚的嘛无一定比伊较济呢。但是就是因为伊有星巴克券，所以就伫迄个所在安怎甲伊做分享。这就是一款啥心态？咱辉煌哥吼，甲金碧姐，因甲单抑个租厝，哦，抑个伫菜市啊，伫遐卖水煎包。牧师3不5时啊，徛对因兜门口过的时阵，去甲伊买2粒仔煎包，人伊拢也讲牧师你提价就好，伊比牧师较好囝呢。安尼听我意思吗？迄就是一个啥心态，迄毋是一个状态。亲爱兄弟姊妹。咱一定爱会记哩，咱是富足的。财富的自由秘诀是来自咱甲上帝的连结，确信上帝供应的一切，并以咱所怀意念是安怎赐平安的意念，要互咱伫路尾，搁较经历伊的信息甲阻碍。对安尼，咱既然会当伫这所在靠着主的恩典来活，咱其实也爱成全别人的需要，毋好干那顾着咱家己的需要。成全看到别人的需要，咱会当出一个力的。安尼，伫咱无马上急需要的时阵，咱甲别人同齐做伙出一个力的，就会解决迄个人的问题。我有一届开车，我袂记哩伫倒位，买手的时阵哦，迄有一个人的车哦。开对田花落，有一寡人哦，伫迄个所在咧斗刹车，要甲迄车哦对田花遐刹倒起来。我看到一群人伫遐咧刹，结果时阵我看哇，遐侪人伫遐刹车，啊我家己位遐过，我尾啊我已经开到头前啊，尾啊我车搁倒退路落来吼，含遐人斗刹车，哦啊伫遐因伫遐刹真久啊，结果我去的时阵哦刹一个吼，你看我偌厉害，因遐刹足久拢无刹去呢。我一个去呢，刹起来，哦，我就去啊呢，安尼我有厉害无？哦，你也当，你着安尼甲想，着真欢喜啊，着对啊啦。哦，其实无影无一只嘛，对哦。总是安怎？你可能了3分钟、5分钟，但是安怎？你伫迄个所在帮衬一个人安怎？帮衬一群人，帮衬迄个车开落田花底的人，你甲伊刹起来。你敢无感觉你种欢喜的？想到无敢讲介赞吼，你来看，一群人拢刹袂叮当，我去就刹起来啊！哦，你敢无想到种欢喜的？对，迄就是成全啊，知无？咱无必要，咱无真正遐厉害，但是咱去甲人斗3工，咱出一个力，就会当安怎完成别人的需要，这就是成全。毋是我拢饱呢，我无遐敖，我无法度总饱。但是啊，我加减啊出一寡力，安尼就会成就一个真水的代志。所以菲律宾教会兄弟姊妹，就是因家遐摕来互保罗，保罗先生敢会一时啊，马上就怎变好嘢袂？但是啊喏，会帮助伊伫这个时阵所需要，并且向上帝亲自纪念。所以保罗讲啥？我到底咧求什么货呢？我所求的，就是恁安那果子哪结哪济。会当伫迄个所在安怎规伫恁个小目顶悬。保罗讲我逐项拢总有，并且阁有剩。安怎我已经充足，即个充足，并且嘛是对恁菲律宾教会以巴弗提，伊亲自甲遮物件摕来，互我安尼丰丰富富。总是保罗讲，我上界感谢，毋是我得到遮物件，我上界感谢是恁已经学会晓。怎样伫别人的需要顶面来
奉献恁所需要，所以伊就甲这当作极水芳芳的祭，是上帝所欢喜悦纳的祭物。所以保罗为咱带出一个祝福。我的上帝，这个我的上帝，伊毋是讲咱的上帝，伊是讲我的上帝。当来讲我的上帝的时阵，是咧讲一项代志，我和上帝的关系。咱今日读诗篇23篇讲啥？耶和华是咱的牧者，对无？敢是安尼写？吼，你大概拢点头，我大概 OK 哦，你跳，你拢甲跳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毋是讲耶和华是咱的牧者，毋是，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一个经验甲关系，知无？当然，伊是咱的牧者，无毋对。但是伊讲的是啥？我和上帝有一个特别甘甜的关系。所以，伊伫这当中，甲咱三甲做伙。保罗伫这个所在提醒我的上帝，伊对上帝是有经验的。并且上帝安怎会纪念恁的丰富，照伊荣耀的丰富伫基督内面，互恁所需用的一切拢充足。有的时阵，咱互人啊，咱感觉会欠、会少、会无去。最近的时阵吼，顶一阵啊，顶2-3礼拜的时阵，顶一个月的时阵吼，顶一个月到今啊，山影算大出嘛。有时阵啊吼，阮无顺样就去买一寡山影，买啊，山影好食，我有人爱食。我有一届食山影食甲黄塌，你敢知？食伤济啦吼。结果的时阵吼，尾来的时阵有人来，无顺样就想着啥物人，就甲一寡山影吼分互人。比如讲吼，原本有10粒，分甲剩3粒。结果的时阵吼，阮就想无等下去买，但是吼等下无去买，等下有人就讲无顺样啊，你讲有伫厝哩？我无顺利就讲有呢，讲无顺利啊，我等下摕一寡山影去互你。你后的时阵吼，山影吼，互人了，吼比无互人的进前还搁较济，你知无？这我的上帝会照着伊荣耀的丰富，这是我的上帝。你嘛需要有你的上帝，互上帝毋是干那一个信用的名词。上帝是咱生活日常的实在，并且安怎荣荣耀耀、丰丰富富，拢对上帝来。当然，咱爱感谢迄个互咱的，但是另外一部分，咱的确感谢上帝透过人来供应咱的需要。当人咧供应咱的需要的时阵，咱感谢这个人，但是咱的确爱会记是上帝伫伊的心内底。激动迄个美好的信念，所以来到伫咱当中。我特别要感谢咱的主，咱感谢安乐圣教会儿童主日学的团队。有的教会无法度办理儿童夏令营，但是咱确实有产业会当分享予正教会，因带南部教区的儿童夏令营。我为着这来感谢主，大姐那个在吗？好，咱来看一下这个影片的回顾，你就知影讲这3-4天的时阵，咱。主日学的老师，因真正非常的用心。我会讲，既然是参加所有的这老师，因拢伫迄个所在讲，牧师啊，真感谢恁安乐圣教会。我甲伊讲，毋是阮安乐圣教会，是咱南部教区安乐圣教会。我拢足无爱听讲哦，恁安乐圣教会来讲一件，咱安乐圣教会讲者。好，来，咱来看咱安乐圣教会来带儿童时间。谢谢。甲你讲，我的收声，就是因为安尼，你无看。好了，我们主日学到喽，大家。这是第一天的时阵，囡仔去了，这是咱的真儿节吼。这第一天报道的时阵，开始伫迄个所在布置会场。
所以这个耍游戏的时阵。 这个咱也感谢真侪到位到3工哦，学在夜班。咱的团队哦，这上届大那个囡仔。 然后做饼，然后吃呢啊，到尾来作品无完成，吃了肥1公斤啊呢。做伙食10分的时间。哦，这游戏的时间哦，囡仔算甲非常的欢喜啊。 1、2、3木头人。哦，囡仔上爱的时间耍水啊！这个囡仔吼，大家人拢无举手，但是呢，伊对头到尾吼拢举手做伙敬拜。啊，老师甲伊问伊讲，我最喜欢最喜欢敬拜的时间。你有上帝的 DNA 放在你里面，你能够管理你的时间，你能够爱惜自己，能够祝福别人。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天父上帝的孩子，我们就向上帝祷告说：上帝，求你帮助我，让我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发光的孩子。随着时间长大，你是老鹰就不应该活得像小鸡一样。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是，我们不只是要认识耶稣这个光，我们还要去成为能够照亮别人的那一个光。好，我们拍手，感谢上帝，谢谢。来，咱请主日团队的同工拢站起来，好无？请扫的梦存传道站起来，来，我们拍手，谢谢。好，谢谢哈。陈德姐甲琼娟姐无信我站起来，好啦，甲这两位老大人拍摩啊，这里谢谢。咱这上届大汉的这个主日的老师啊，感谢主。无需要甲各位讲的一样代志，就是。当咱真做有产业的教会，咱就会当祝福别人，定定去做，常常去做，咱一定去经验到，一定会经验到上帝的丰盛。这个主日的老师因对过去差不多4月底，因就开始筹划拍算，一直到停演出来的时阵，真正伫教区内底得到正教会的好名声。咱将荣光归于上帝，哈利路亚。搁再一个感谢主日的团队，谢谢。
这一届的时阵，伫当中有演戏剧，虽然拢短短1-2分钟，但是遐戏剧非常感动人。戏剧的主要的主角就是这一位Bill Wilson。伊伫迄个所在，即张相片明顺团队我有甲伊放伫迄个顶悬。所以我搁再一摆想到即个代志的时候，我就讲，伊讲讲，咱同齐做来用华语来，咱来读用台语来读。上帝互你看见他人的需要，就是上帝对你的呼召。所以上帝对你有呼召，咱毋好干那一直感觉讲，即个世代哪会变安呢？哪囡仔愈来愈不受教？咱是安那要承接南部教区的儿童夏令营，因为咱对着即个世代囡仔有关心、有疼痛，所以其实足无用的啦。但是明顺团队伊伫即当中，甲少位传道因同齐做伙，甲咱的校长、慧君姐，甲以及所有遮主日学老师，看到即个需要，所以因奉献心神气力，同心甲即个真无用的代志，甲伊承接起来。每常我想到遮，我拢感觉，遮少年人因真正对上帝有一片非常大的疼心。咱今年内底，还阁有3摆的款务，甲4摆的款务。后礼拜7月21日，张滨长老教会要来咱教会建堂款务。9月29有南部教区为着弱小教会的复兴馆款务。11月也是12月，中台新学院有新学的款务。牧师甲遮个代志甲各位讲，我就是期待各位。你会通伫即当中了解，咱会通三甲做伙明白，咱还阁有一寡遮个需要关心的人，其实毋若遮，但是咱教会一年内底开放4摆，复兴馆甲即个中大新学是一定固定的，了后咱阁会开放2届，一届是中滨长老教会，另外一届计成是月初的时阵已经有人来看无过啊吧，年初的时阵，所以咱伫当中还阁有3摆的看无。那么，咱爱把握关注，开喙伸手。水源圣教会是咱台湾圣教会伫花莲迄边的教会。即届受地震的时阵，伊的即个迄个建筑物受到打着黄标。黄标就是讲已经用要害去啊，就是结构没有受损，但是外墙差不多拢总害啊。但是尾啊，佫去打红标。尾也佫变黄标，反正伫遐鉴定足久，毋知要互伊黄标红标，总是因需要起礼拜堂。花莲迄边的教会通常拢无真好过，但是有一摆的时阵，台南协进会伫咧开会，因就讲因有一笔钱要奉献予需要重建的教会，了后伊就问讲咱当中敢有？到一间教会，咱有知影因需要重建的教会。我伫迄个所在听到这个话，我马上举手讲，敢会当来帮衬咱这个圣教会水源圣教会，我就甲因报告一下。了后因伫迄个所在听了就讲好，安尼无咱就甲这笔钱捐过互水源圣教会。咱无一定会当奉献真济钱，但是咱会当关心，咱会当开喙，咱会当出手，把握机会。伫你能力范围，伫你影响力的范围会当做迄部分，咱去做，咱就会当伫其中，成做真侪人的祝福感是。最后，咱再来看一个影片。当你开始帮助别人，世界就因为安尼彩色美好起来。咱来看这个物件，谢谢。
诚做志工伫你时代内面，诚做一个美好的志工。咱有看到，咱会当一世人拢做苦歌安尼，甲双手插伫落啊内底。但是当咱迄支手伸出来，咱就会当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社会。上帝同在是透过你我见证出来，伫上帝所赐福的日子。咱会当真做上帝心意的欢喜，所以咱求主帮助咱，互咱会真明白，供应者是回应上帝的赏赐，但是领受的是对供应者得到上帝的赏赐。伫这个供应甲领受的循环内底，就分享了上帝的军平。军平甲平均无共款。平均是100块，5个人，一个人拢20块。但是均平的意思是5个人，一个人50，但是其他的3个人现此是无需要用到钱，所以因无分这100块。但是因2个人需要50，所以这3个无。但是听下到后摆的时阵。换这3个人需要的时阵，其他的人，迄2个摕50的人，因可能会伫迄个时阵摕出300块来帮衬这3个人，一个人100。这叫做均平，甲平均是无共款的。透过这个过程，咱会见证上帝的丰盛。如果上帝是慷慨的，咱也是愿意伫这当中，成做一个慷慨的人，成做一个慷慨的教会。愿上帝亲自施恩帮助咱，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主你伫阮当中引带阮，互阮毋是受到这个世代的影响，乃是叫阮会通伫这个世代将上帝你的话记起来，互阮去操练、遵照去行，将上帝国的思想放伫阮的内心。阮会当有持续的行动，用安尼来见证上帝你的听头。祝福阮无感觉阮的委屈，乃是阮知影，阮今仔日分享互人，上帝你会接纳这一切的奉献，成做芳芳的祭。也伫阮需要的时阵，你用另外一款形式来报答赐福互阮。所以，阮要感谢你。因为你丰丰富富的供应，所以阮会通欢欢喜喜、甘心来领受，乐意来分享，用安尼伫地面上真侪见证上帝的光甲盐。阮当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毋知今仔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是无？咱即时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咱同齐起立来吟唱，主要用恩典做伴。
上帝在引带咱头前的路，无论偌艰苦，伊有愿带路。只要咱全心活靠，伊会对伊会乖保护。咱无伫看路，世间万项事，虽然有悲伤，叫做是阮人生风波。咱的主要安慰，互咱心勇行。主要永远颠陪伴，用疼痛照顾，一路充满伫咱生命。基督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是路恩惠，主要永远颠陪伴，用疼痛照顾，一路充满伫咱生命。基督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是路恩惠。愿全能的主上帝开你的目睭，拍开你的心灵，聆听伊的话，将今日你所奉献的业力记载伫伊的册顶，互你的笑目满有公义、仁爱、恩典、慷慨，甲一切属灵的祝福。愿被上帝亲自，互你的心灵开阔。进入伊应允逐样的丰富，伫每一届的款务顶面，把握机会，看见上帝的心，互你的富足成做人的祝福，互日后你也要对上帝领受逐样耶和华上帝所纪念你一切的好所行。愿上善恶乐荣光归于咱的爸，愿恩典疼痛丰盛的慈爱。祝福伫你甲你的全家，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今日台语堂聚会就到这，过一段落，上帝祝福大家平安。